换更大的法，是好事。我们那个易经里面就有讲过啊，你把它惩罚，就是啊那个脚镣啊，那个时候会伤害到那个脚的指头，那个对他是好事。那等到那个刑罚刑具啊，已经加到我们的头上，会伤害耳朵了。伤害耳朵就是伤害整个头脑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没有药可以救了，就犯了国家的死刑那个法律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凡尘我们看都是两边，然后啊对与错。我们不要落入主观意识啦，你认为对不一定啦，你认为错也不一定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要详细的加以了解，到底这个做法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，能够呢去追到它最后结果，这个就是智慧，就是呢般若妙智慧。你有着智慧来完成处理事情，都是真正的超越善恶的善。我们凡尘善恶是两边你超越两边，那个已经是最上圣的。我们就是要追求那个超越两边的。然后我们在凡尘呢，一切都是两边很容易就落入一边，不知不觉所以或许之前有讲说我们假如说心里面有疑心、怀疑、疑心，会产生什么？记得吗？忘了。疑心就会产生颠倒，颠倒就会产生放逸，就是放肆了。没有约束自己的，然后放肆了以后产生无明，无明了以后产生悭贪嫉妒，是不是越来越严重？所以我们就是不能有怀疑，生活要了解到从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开始，然后相信所有事情。看透万法的实相，那个实相不会变化，会变化呢，那个就虚相、假象，实相呢不会变，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实相，万法的实相，我们了解说万法皆空，那空相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归属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了。空性就是佛性，万法皆空，空性就是佛性。我们的佛性为什么是空？因为充塞整个宇宙虚空，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佛性充塞，充满整个宇宙虚空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，就是要拓展自己的视野，看得很宽广。不是很狭隘啦。我们现在凡尘因为大家都落入利害关系，所以都心很狭隘，很喜欢计较。那假如说我们拓展心胸，看得非常宽广，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不必要计较，你计较都是多的啦，引起跟人家相处有摩擦，不圆满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生活的态度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，我们要怎么样生活，是要快快乐乐呢，还是呢，要在跟人争执之中过生活，都我们自己做决定自己选择。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以往的生活是跟人家相处圆满的多呢，还是跟人家相处那个口角的多？我们多多少少
都会有不称心如意的时候啊。那想想看，不称心如意啊，由何而来？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视野不宽广，我们看的很狭隘，那自然我们就会跟人家争执，那个都是没有意义的啦。那个过了以后你再回顾一下，哎呀，当时让他好了嘛，为什么要跟他争呢？都是事后诸葛亮这个事先不知道，事后了以后才想应该是要让人我们要了解再完成。什么事都是无常变化，很快就变了，眼既则生，眼散就灭，很快就过去了所以真的要保持心境的愉悦很重要所以我们